好，第14节到第18节，咱请罗得离别了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讲：你夜吧对你所住的所在，东西南北来看，因为你所看见一切的地，我拢要予你甲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予你的后裔，亲像地上的土沙。人若画算地上的土沙，则画算你的后裔。你起来，遍行这个范地，因为我要将这个地予你。亚伯兰就搬徙步平到希伯伦挖万里遐个长寿下去，是啊，为要花起一座坛。讲道时间，咱请张牧师。兄弟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同心来祈祷。主看你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搁来一摆对你的话三个实。主看你的话，互阮伫生命中得到真大的帮助，无论阮伫现今伫将来，特别因为你甲阮三个伫地，我们当享受到这个大福气，特别伫这2023年的开始，主祝福手满满伫阮每一位的心中。但是要对你的话三个实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哎，这位新春恭喜！今日是1月22日，这个主日拄好是农历的正月初一，真欢喜！伫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真侪兄姊妹都带着全家大细，伫遮来敬拜上帝。无是相信，伫新的一年，上帝必定要大大祝福伫咱。正像诗篇65篇第11节所讲：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你的路径拢有油在滴。所以面对新的一年，咱来大声对过去的一年，咱来敲找看有啥物，值得咱伫遮来警醒、甲反省的代志。请问过去的一年，特别是2022年，对咱来讲是怎样的一年呢？伫遮牧师真好奇哈，所以就网络吼伫遐来敲找2022年对咱台湾以及全世界拢有影响的事件到底是啥物呢？我相信咱应该有人会当知影，有人讲较整理吼，整理讲差不多10件事吼。但我看看吼，上严重的是啥物？搁伫咧影响到今嘛吼，啥物？COVID-19 吼 ，COVID-19 吼，我想这上严重吼。当然其他吼，我特别看讲英国都发生3、4件吼，个经济啦吼，各方面吼，伫遐所产生的这个事件，请问这个事件有多几件你印象上深呢？当然咱知影 COVID-19 这个影响对各行各业拢造成极大的影响。亲爱兄弟姊妹，对咱个人来讲，检测过去一年也是试炼甲稳定的一年。检测咱会拄到挫折、试探、苦难、甲病痛的折磨，抵甲咱心灵一只软弱、软正。总是上帝恩典是在教育咱用，尤其当咱面对这个信心的挑战的时，正像圣经所甲咱讲的，互你的信的经验，比迄个捌过火锻炼也悠然会败坏的金也较宝贝。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得到乌鲁荣光尊贵。彼得前书1章7节，因为上帝的心意，无论如何，就是要互咱得到祝福。这几礼拜，咱的新眼光读经本，拢伫遐咧读这个信心的老爸阿伯拉罕，伊所行过伊的人生路，
咱拢知影信心的老爸阿伯拉罕，伫伊的一生中间得到上帝极大的赏赐甲祝福，总是伊的人生难是一帆风顺。伊共款遭遇了侪侪挫折、失望、试探甲苦难。今日牧师用阿伯拉罕甲伊的侄仔罗德之间所发生的一寡代志，要甲咱伫遮共同来勉励。咱知影阿伯拉罕，伊是叫什么？阿伯兰对吧？咱真清楚哈。伊迄阵个叫做阿伯兰，伊回应上帝的呼召，带着伊的某撒来，甲伊的侄仔罗德，令伊所有的财物、人口离开本乡本地老爸家，去到迄个迦南地。上帝叫阿伯兰也连带，伫遐来祝福着甲伊斗阵的什么人？伊的侄仔罗德，你甲因的牛群、羊群。布边极多，真侪间啦！因所徛起的所在，竟然用袂落因的羊群、甲牛群。你甲伫遐圣经讲阿伯兰的牧者，甲罗德的牧者，为着水为着草的问题，伫互相相争，对无？创世纪13章1节甲7节，即种为着牛群、羊群。啉水、食草的问题，引起这个至亲之间的争执。当然，对于阿伯兰来讲，伊的心非常的艰苦，因为罗德是伊上疼的侄仔。阿伯兰，伊无愿意为了这件代志伫遐彼此相争，所以伊主动就找伊的侄仔罗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伫遐讲，所以圣经有只记载讲。阿伯兰甲罗德讲：“你我毋通冤家，你的牧者甲我的牧者也毋通冤家，因为咱是骨肉至亲。全地减无伫你的目睭前嘛，请你离开我。你倒平，我就正平；你正平，我就倒平。”罗德夜目看约旦河一片的边洋，直到所念的路，拢真润泽。迄个地伫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前亲像耶和华的园，也亲像埃及地。对安尼，罗德经约旦河一片的边洋，迁徙去东市，因就大家分开。创世纪13章8节到11节的记载。伫遮咱看起讲，这个罗德是较少年，但是伊既然毋肯咱知影人一般来讲去开垦拢爱啥开山破土但伊去选啥物？伊去选啥物？选迄个边洋较建造、较生活的所在。无顾着阿伯兰对伊的照顾甲疼心，伊无考虑着伫选择上水的水源，肥个水的地，将即个开荒破土的即个即个问题等互伊的阿姐阿伯兰。相信这个阿伯兰伊的心看到安尼，感受这项事一定真艰苦。这可能感叹讲人情世事会冷淡淡薄，是连至亲的人也无法度挽靠。所以圣经底下讲阿伯兰徛起迦南地，罗德徛起边洋遮的城，刷伊的报边到所多玛。所多玛人极歹，大大得罪耶和华。阿伯兰呢，就是阿伯拉罕伊就搬山伊的报边到西伯伦瓦万里遐的上丘徛起，伫遐为耶和华起一座坛。创世纪13章12节、13节到18节的记载。这段经文伫遮讲起环境对人的影响，确实是真大。我相信今仔日咱的世代共款，咱基督徒伫遮会敬拜，但是去到路口就甲遮社会事、社会人拢斗阵，咱是袂受到遮个人、遮个环境的影响无？尤其即马啥物媒体啦、手机啦、啥物大部分拢咧报啥物？民间宗教真厉害的所在，但是拢透过这咧
咧传因的迄个教吼，甲传因的迄个真理吼，啊，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所以咱会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咱伫遮看见罗德甲伊的阿叔阿伯兰分开了后，伊伫遐乱无世上的荣华，为着更较好的物质生活，你渐渐迁徙去到即个罪恶之城索多玛。终于阿伯兰去选择一个安静的所在，伫遐住落来，并且伫迄个所在，为着上帝啊，起一座坛，过着甲上帝啊三瓦亲密的生活。因为罗德会离开，和阿伯兰学晓更较亲近上帝。当然，咱知影无共款的选择，会带出无共款的人生的结果。罗德的，咱知后来伊遭受了什么？家破人亡的灾难。阿伯兰呢，却得到上帝更较大的祝福。所以，咱新的一年，咱来求上帝保守咱。面对选择的时，咱来尊主最大，唔通只干考虑着家己的利益，咱咧还是倚靠上帝，上帝才会当祝福伫咱，因为咱愿意遵行伊的人。伫这个所在，咱看见阿伯兰为上帝起一座坛，为什么什么是祭坛呢？这个祭坛是早时人敬拜上帝的所在，早时人敬拜上帝的所在，这是上帝百姓祈祷祈求的所在。因为当将家己所得的稳定，也是所遭有的挫折、忧伤、痛苦，带到这个祭坛的面前，上帝伫遐来讲。虽然看见阿伯兰每摆清刷伊的布边到某一个所在时，伊必定拢为了上帝起祭坛，表明伊的生活是掠上帝最中心。罗德的离开，当然互阿伯兰感觉非常的伤心甲失望。阿伯兰选择将这种的痛苦、失望甲挫折，拢带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来讲，兄弟姊妹，过去的一年的中间，咱可能也会拄着做这项事，无咱的亲人破病，是讲转去到上帝遐，也是最亲的人，互咱真无情的打击甲伤害，是伫工作事业上的挫折，对同事对咱的打击，也是咱家庭的忧虑，才会有时让咱感觉非常的受伤，真艰苦。面对这挫折、困难，有一寡人是选择心存怨气，想要报复，然后别人会当介意共款，伫遐来痛苦。也有的人呢，会将这痛苦家己的心上来发泄，伤害家己。有一寡人将这痛苦放伫伊家己的心内，自比自怜，直到形成了忧郁症。这拢毋是上好的方法，兄弟姊妹。咱知环境是上帝咧磨练咱一种的方式。牧师相信，每一个人会拢期待伊的生活会当平顺、安心。望所疼的人，拢会当伫咱的身躯边，你拢看会到，也望得到别人的欣赏甲接纳。总是，并毋是每一件代志拢会当如你的心所愿，尤其是面对来自家己的亲人无情的伤害甲打击，更加是互人痛心。阿伯兰其实是真甘伊的弟仔罗德的离开，因为伊的心内其实是真受伤害，所以还是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伊来讲起心中的苦情。咱知有一句话讲叫做“家家有本什么难念的经”哈，不过爱念有啥物人听？上帝听，兄弟姊妹，当无人会当了解你心中的苦，咱都还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上帝伫这件代志的顶面，爱咱还是啥物款的性命功课。
圣经伫遮讲，罗得离别了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讲：“你业啊，对你所踮的所在，东西南北来看，因为你所看见一切地，我拢要互你甲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互你的后裔，亲像地上的土沙。人若会算地上的土沙，才会算你的后裔。你起来，遍行即个地的番地，因为我要将即个地互你。”创世记13章14节到17节记载。兄姊妹，你敢有看到？你敢有听到？上帝要对你的应允嘛？你敢有看到？你敢有听到？亚伯兰无想到讲上帝要甲伊祝福，既然是安那，是伫罗得离开了后，真侪时阵，人的成长是伫受到压力、挫折的了后，总是你会当安那行过即个挫折、即个艰难，你就会当必着加倍的祝福。总是安那，爱掠什么人最中心？掠咱的上帝。上帝甲你三脚地地最中心。所以底下有人讲，人生必须经过丰富的洗礼，才会看见即个水的什么坑哈，伫天顶即个坑。因为上帝伫借着各种的环境伫遮啦，来磨练咱、塑造咱，要互咱一发成长长大，得到加倍丰盛的祝福。所以伫新的一年，咱来相信上帝必定要祝福。真却毋知影上帝要用什么款的方式伫遮来祝福咱。所以毋管如何，咱要对亚伯拉罕，对亚伯兰，伊处理罗得离开的事件中，学习着几项生命的功课。看咱伫新的一年，无论顺境逆境，拢有教业的稳定，得到丰盛的祝福。伫遮有几项，就是头一项，咱就安那时常来亲近上帝；第二项，就爱相信上帝必定帮咱；第三，爱将关心别人当作家己的责任。头一项爱时常亲近上帝。咱生活中会拄到侪的困难是难免的，一定会拄到困难，这是难免的。所以咱会晓来到全能的主上帝面前，寻求智慧甲能力。兄姊妹，咱知咱人的生活是活伫两个世界中间，一个就是咱目前这个叫做现实的世界，一个咧就是咱将来永远要去的世界。所以伫目前现实的世界中间，咱各自拥有熟悉的工作甲事业。伫经营这份熟悉的工作甲事业中间，咱当然让得到物质方面的满足，同时咧也会享受到这个工作中的成就感，受到尊重、受到肯定的喜乐。总是，如果咱只想到这个世界，你袂记得，还有一个属灵永远的世界，迄将会非常的危险，因为伫这个熟悉的工作、事业、奋斗向前冲的时，向前打拼的时，你会拄到各方面的压力，有时压力会打击你，让你感觉伫遐灰心挫折，是毋是啦？有时你会受到伤害。所以，如果咱努力伫现实中的时，会当时时将这个眼光放伫这个属灵的永远的世界，就将你的眼界放悬，你会当看见上帝伫所有的代志的中间稳定教育你用。那呢，就是你拄着搁较侪挫折，也无底到会伫遐灰心失望，因为知影你毋是凭着你家己的能力、家己的气力，乃是我个对上帝来的信心。这种信心必然会当互你安宁的度过。那像圣经所记载讲，所以阮无累志，阮的外体虽然败坏，但是阮的内心日日更新，因为阮万年久
轻轻的艰苦，是甲阮行上顶上永远的大阳光。因为我毋是看伫所会看见的，是看伫所未看见的。因为所会看见的是暂时，所未看见的是永远。哥林多后书4章16节到18节的记载。所以伫一天会开始，一天会结束。现在伫咱的工作中间，咱常常一定要拨出一寡时间，就是几分钟也好，咱伫遮来亲近上帝。其实咱咧知影，上帝伫咱每一人的心灵的中间，拢有一个叫做秘密的祭坛。这个秘密的祭坛，去互侪人啦，因为世间遮的烦恼、遮的困扰，伫遐未现，常常袂记咧爱去亲近上帝。你甲烦恼生出烦恼，忧伤生出忧伤，所以只有行入去这个祭坛。来到主的面前，将咱所有的烦恼、忧伤，咱的上帝伫安那，甲伊讲，上帝不但会安慰，不但会鼓励，并且也会加添咱的气力，互咱赢过遮的试探，互咱人生力上加力，温上加温。这是头一项。第二项，爱相信上帝安那必定会帮助。咱知影咱的生命中总有一寡想袂晓、想袂通的代志，所以咱要相信上帝伊的旨意伫咱的心上必定是水阁好的。所以传道书的作者讲啥物？讲有义人行义，反转灭无；有歹人行歹，反转食长火烧。我伫康复的日，拢有看见。传道书7章15节。相信这也是咱所困扰的。为什么上帝会好人啊啦，拄着挫折，甲歹人会去事事得到亨通呢？兄弟姊妹，真侪代志凭着咱这个有限的头壳，实在是想袂晓。总是咱一定爱相信，做比疼痛的上帝，伊知影咱的能力有偌济，伊会收拾咱教业的恩典甲气力。帮助咱会当行过这个压力、挫折、失望的打击顶顶，因为伊的目的，就是要互咱伫遐来成长、成熟。所以咱必须要知影，上帝袂将挫折、困难对咱的人生中间伫遐甲咱刷开，因为伊无爱咱亲像温室内面的花蕊，袂堪得风吹雨拍，反正呢。上帝有时会用挫折、用困难来磨练咱的毅力，磨练咱的心性、品格，互咱将来当亲像一丛大樟树，会当为着人掠风撇雨，会当将做侪人的帮赞甲祝福。总是伊也应允要享受教业的智慧、气力甲勇气。互咱会当克服遮个难关，食到更加甘甜、更加水、更加好的人生。但咱有亲像有一首的诗歌，我相信真侪人捌唱过。这首诗歌讲，上帝袂捌应允，天色安那拢是安那拿吼，拢是拿难空。人生的路途花芳上漫，上帝袂捌应允。安那拢好天啊啦，无落雨，安那，互你常常拢感快乐，无痛苦，常常安那，平安无赶路。上帝袂捌应允，咱无过苦难甲试探，懊恼忧虑。上帝袂捌应允，咱无负侪的重担，侪的事物。所以上帝去应允，伫咱的生活，互咱有气力。咱行路有光，做工得到歇，试炼得到温助，危难的中间有通倚靠，无限的体谅，无死的疼。确实，相信上帝必定帮助，这是咱生活中最大的气力来源。所以圣经讲，
论到这，咱要怎样讲？上帝若为着咱治罪会对着咱，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为着咱众人献伊，减无煞将万民白白互咱嘛。罗马人书8章31节到32节的记载。所以新的一年已经来到，将来会发生什么代志，无人会当预测，也无人会当知影。所以咱毋免惊，也无需要论呢，因为上帝已经应允要甲咱三个地地，伊要做咱随时的保护甲帮助。第三项，爱将关心别人当作家己的责任。人若只敢想要安那自私，会拥有上帝的疼甲平安，结果咧，反倒得袂到真正的平安。咱只有啥物？还是将上帝即个疼啦，甲分享出去。像你怎样疼咱，你得安那甲分享出去，得贡献出去，得行入去社会人群的中间，关心咱四周围的人，互社会有和谐。人的心感受到关怀，是讲爱人人有平安，社会平安，咱才当享受到真正的平安。这个平安，这对咱来讲是真实的，无恐慌的平安。因为安尼是爱将关心别人当作家己的责任。必然伊会当得到上帝上大的祝福原因，就是安那。伊会当关心别人，咱看见讲，虽然伊的直啊路德无情的离开，阿必然非常的伤心。总是当路德拄着困难的时，阿必然是全力撑帮咱的手，伫遐来帮助伊。创世记14章1节到16节的记载，将无纪念人的过犯，关心别人的品格。是上帝所欢喜的，因为上帝也无计较咱犯着罪的过犯，反正呢用完全的疼包容咱。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日生活伫这21世纪的今仔日，人甲人中间的关系更加是和睦相依，是极亲密的生命共同体。假使有人或是倒一个家庭，咱知影看到社会，看到咱台湾吼有一寡人家庭拄到不幸的代志，迄并毋是因变做因家己的代志呢。社会上大家安那拢会去遐关心，这是真重要。所以社会上每一个人拢有责任，甲爱帮助，会当鼓励即个人，还是讲即家人对不幸的应用中间安那行出来。只有关怀甲疼，会当医治、安慰人内心的忧伤甲埋怨。只有关怀甲疼，才会消灭这个社会的暴虐的气氛，互人的心得到平静，社会享有安乐。所以今年，咱教会要推动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是啥物？来，大家读一摆，安那？将这个疼带回去恁兜，为什么呢？这是真重要。讲每一天啊，爱面对你厝内人，你的朋友还是同事，请用一句话，不管是啥物，感恩的话还是啥物，懊恼的话，也是安那安慰的话、鼓励的话、造就人的话，将这个正面的啥物正能量那上帝祝福带互对方，有重要无？其他会当安尼来做，也当用一个行动拄啊，咱的时尚顶了，咱讲咱唱迄条歌就安那，笑眯眯对吧？你看到人就安那，看到你厝内人就安那，你若笑眯眯，伊若脾气安怎？要起来时看到你笑眯眯，伊敢有脾气？你讲无啥好脾气哈？也是讲呐，一个招呼，也是安那三揽甲厝内用三揽，送一下小礼物，做一件呐
厝内代志，你若拢毋捌洗碗的人，转去好啊洗一下碗看卖啊吼，你若毋捌做个家内事人，转去做一寡家内事吼，斗相共，互对方欢喜，安那拢会使吼。咱知影疼，即个疼是安那？即个疼是会当吸引人的，即个疼是会吸引人的。所以，互咱为着咱的家庭啊呐，互上帝疼啦，充满着什么？充满着咱的厝内，咱的教会，是伫咱的社区，伊整个国家社会，拢会因为你小小的疼的言语甲行动啊呐，互人感受到即个温暖。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直接甲阿伯兰讲安那，阿伯兰啊，你毋免惊，我是你的盾牌，是你极大的保障。创世记15章1节，这是上帝要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信靠伊的人，掠伊做信仰的中心的人的一个应允。所以兄弟姊妹，咱都要凭着信心，甲咱的上帝同行2023年。你若有啥物烦心的代志，会当啦来到主的面前，你就当勇敢行出去，将即个疼啦带转去。相信全能的上帝必定要照伫咱，帮助伫咱，互咱的一生有一个蒙福的人生、蒙福的家庭、蒙福的教会。互咱因为咱的福气，互四周的人啊啦，拢得到什么？得到福气，好不好？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位，互咱将这个疼安那带来到家庭、社区，伫咱的教会，是四周围吼，甲你才会斗阵的同伴。咱三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感谢你，这个新的一年。带来阮全家大细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主阮的上帝，阮也常常会当来到你的面前，甲你有亲密的联络，读你的话，祈祷，晓悟伫你的真理中间，行踏伫阮本身，也行踏伫阮的家庭、教会、社会，是阮整个的国家。主阮的上帝，看你特别帮助阮。阮随时当来到你的面前，将阮的需要对你来求讨，互阮会当甲你建立这么亲密的关系。互阮常常因为有你伫阮的生命中，所以阮的生命会当去影响生命，阮的生命会当帮助更较多人因生命的需要。主，求你过来一摆帮助阮。互阮直接建立甲你更较亲密的关系，领受着你大大的恩典，常常有上帝你的眼光来看待万项事，阮就会当直接为着你名来高举、宣扬甲见证，引带更较侪人来归你，也带互四周围阮这些亲人朋友，以及甲阮斗阵的人，更较大的福气，满满伫因的心中。主，阮的上帝，阮将真爱的完全恭敬拜礼伫你面前。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请咱起立，用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这吟的诗歌是新圣诗435首，旧圣诗382首。那咱大家来吟诗。第一节，请。咱大家来
入世，感谢上帝过新年，世间日子真快过，今今日路着及时，今今日路着及时。何况是命无定着，那他日我的暗暝，今今日路无缘起，向天地告主身边，向天地告主身边。人念世间那迷茫，光明有鬼那空空。消息假是最衰行，一万年古变老人，一万年古变老人。一代过了又一代，亲像今行天路无缘地，日日日主会讲。日日日主会讲，新春万米拢换新，求主也愿我心心。求主予我照尊心，求主予我照尊心，福音真理大进步。日日靠主坚固心，无缘地换做心，愿我平行换做心。请坐。下面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话。请咱起立来吟第4节。我会在真的努力，迎春龙潭的旨意，我会在情里相送，甘愿用力做起鼓。阿门。咱同齐额头来祈祷，听阮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阮是有福气的人，会当受你拣选，成做你的囝儿查某囝。主，你所赏赐的福气，互了阮真正富有，并无加上忧虑伫内面。你都赏赐恩惠，成做盾牌，四面维护阮，互阮逐日会当安然徛在，互阮心满意足。主，阮即时嘛奉献淡薄的金钱，愿主你圣化，成做教会的路用。嘛求主你保守阮下来，下每一日，阮拢会当所行所做，拢是会当继续利益众人来荣光上帝。但阮即时感谢奉献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即是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罗马书8章30节到32节，请。上帝若为咱之罪，会对咱的叫家己的囝
为着咱众人献伊，也无煞将万米白白互咱嘛。罗马书8章32节，搁一摆请。上帝若为咱之罪会对着咱，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为着咱众人献伊，也无煞将万米白白互咱嘛。罗马人书8章31到32节。下一页。好，报告事项吼。咱家己看吼，总是较重要的。我先讲一个，2月5号2月初5以前吼，若有要爱奉献证明的，爱来登记吼，爱甲财务组的同工登记。布告栏遐会使有一张表会使签名吼。2月初5以前奉献证明的吼。过来就是互会，咱的互会2月19号。2月19号要开互会吼，家庭礼拜甲奉献，家庭礼拜、清洁奉献甲插花奉献，一张表，你后壁会使自己来填吼。双年团契2月17号拜5举办新春野外礼拜，万象剧院月梅糖厂一日游。我嘛毋知你倒位啊吼，总是台中吼，双连是有福气的吼，我连听都没有听过。每人费用1050元呐吼，要有意向的人吼来登记好无？好，新的年度有新的事工，下面要请思敏长老来报告新的事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人好多，真的是上帝满满的祝福。那我这边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哈，就是心仪姐妹和怡君姐妹在过年前的时候呢，就很迫切的要为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儿童的音乐事工来做一个推动。所以呢，我们就在那样的一个情境之下，跟我们的那个就是新庄教会的一个金传道来做一些接洽。那他曾经带领他们教会的青年，在我们教会做一些音乐的事工的服事。那有参与第2堂的弟兄姐妹，应该会有一个经历哈。那现在要邀请的是，在这个礼拜天，下礼拜天哈，2月5号下午1点到2点半，就在这个地方。那社青团契呢，邀请了新庄基督教会的金传道。他也是原来音乐乐团的将传长，那个工匠的将团长，和他所带领的青少年团队，那要用教会音乐事工的见证与分享为主题，然后邀请有负担、有感动的会友拨空来参加。那一天呢，也为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但是很关心这一件事情的人呢，提供直播。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社青团契非常郑重的邀请。那我们呢，社青团契也有寄卡片来邀请，就是社青青年来参与这样子的事工。那这个事工呢，我们预计就是在中小学开学后，每个礼拜六3点到5点半，然后透过教导鼓和 keyboard 这2种乐器。那目前我们已经经过了一些调查哈，那这个时段可以来的人是以诺、宪强、瑞宇、瑞泽哈。那希望以后就是2月5号以后有更多的人来参与。那这个2月我们叫做 demo 月，就是说我们先试行看看，那看看学习的状况是什么。好，那回过头来我们讲2月5号那一天怎么安排。1点到1点20，由金传道就是将乐团的团长带领青少年的团队来进行敬拜，这样子哈，就是他会现场来把他的孩子们带出来。那接下来呢，1点20到50，金传道就会分享他的自我介绍，还有传递音乐的重要，
然后呢，他也会把他在带领的过程当中，上帝怎么祝福他的经验跟见证，跟大家一同分享。然后呢，因为我们的学生如果要参与的话，是需要练习的。那我们教会现在 keyboard 是2套，鼓的话是6楼1套，然后3楼1套。那我们对 keyboard 想要学习的孩子，如果他们家里没有这样子的乐器的话，我们也会想一些方式再来跟会友报告，希望我们能够来支持这样子的一个事工。那既然是事工，就代表说这一个事工透过这一个方式，无论是栽培教会的儿童青少年一起来明白服事的重要，我们也要把触角伸到我们的社区里面。所以事实上我们在调查能够参与的人当中，有一些是来到青少年团契的一些新的朋友，他们都会觉得这一个音乐是一个好像可以就是接触到他们的一个方式。可是经传道他透过他自己带领儿童的方式，还有青少年的方式，告诉我们，这个带领有的时候也能够把他们的品格，还有他们对上帝的一个重视，这样子一个敬拜的氛围带到他们的心里。所以我们事实上不是只有学技巧，也要学习就是一个敬拜的一个态度，还有心智。所以呢，我们为这件事情来关心祷告。那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会把这一个活动，就这一个聚会，再一次的跟大家刊在周报里面，邀请大家来参与。那最后呢，再把时间讲一次，2月5号礼拜天下午的1点到2点半，在3楼，我们邀请了新庄基督教会的金传道，他跟他的太太都是传道，也就是原来音乐乐团将团长跟他的青少年团队，他们呢礼拜天下午都在街头布道。他们真的礼拜天下午都在街头布道，是一个非常具有福音使命的一个团队。那以上报告就希望大家能够有感动、有负担的都来参与，不限年龄。那求神帮助我们，也在这个新春，我们就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各样的需要跟他倾诉。好，就是以上报告，谢谢。咱直接要来新春这个团拜哈，领受上帝的听哈。咱去照拄安尼哈，两边哈。来关慧姐哈，来，上帝祝福你啊哈！来，郑昌、阿曼姐哈，一家人哈，一家子啊哈。来，众圣长老怡君啊，佩恩、敏恩、陈恩哈，来，3，好，来我家哈，来，雷主姐、建宏兄哈。来，苏里，来来秀腾姐哈，秀腾姐这一家子啊，来，秀腾姐，来，秀腾那个艺兴啊，焕龙雅玲哈，都对哈，讲对哈，来，因为。仪龙跟李林姐哈，来，口罩拿下来哈，这样照起来比较清楚哈。来，请坐。满师介绍那个心爱姐，来，好，姓三兄跟英一姐啊。来，洪书记哈，佩龙甲静文一家人，来，雅竹哈，两个细囝哈，来看前面咯。来，请你们，英文兄甲桂欣姐，甲伊个两个小朋友。
啊，子琪哦，啊，你们怎么不在一起？你们等一下一起坐，你应该坐过来。好，来，赶快站过去。好，不然那个，好，来一起来哈。好，来看这边。好，来，哇，这个在南兄啊，秀琴姐，罗秀琴姐，像，秋香姐啊，我一直叫不出来，这头壳老啊呢。13跟13的先生哈，好来一个人哦哈，Merry Christmas， Merry New Happy New Year。啊，平安哦哈，真济哈，来换这啊，来这无爱甲道翕一个。啊，易学哈，玉雪姐黄易学姐，哦，个足姐哈，那个美足姐哈。那你过去，我帮你照一张来。哦，来，哦，你帮他照，来，帮揭阳跟那个妈妈照一张，来。来，揭阳跟美竹姐哈，来。啊，新年恭喜哈，来。啊，看前面来啊！哦，来换一个陈老师哈，水界长老阿个文艺思敏，啊两个囡仔无，好来看前面啊，来换一个慧玲姐啊，超阳姐哈，两个人哈。上这慧玲姐，顺风顶落嘞，来讲，顺风顶落该顶落你哈，秀喜姐，来，起来，起立哈，来，你口罩让提出来，不要紧哈，迄只双脱口罩这样，看前面哈，来，那秀喜这样个喷水啊呢，后来志坚啊，譬如个。美玲啊，来，进来口罩可以拿下来哈，志坚、美玲跟佩如哈，明眼讲确诊哦，即摆确诊无啥物通惊啦哈，你若注个声哈，那无啥问题啊。过来是迄个。阿竹姐哈，高周夜叔阿竹姐，你要介意了斗阵翕无？素金姐斗阵翕一个哈。好来哦，带你规家翕一张哈。好来，高洪素贞姐甲高周业主，哇，你啷讲谁？两个高，好来，好来，建平兄哈，金春姐个伊的新妇哈，绍兴哦哈，来，好来，七家姐哈照顾伊的哈，来七家姐来，好来。瓜张老哈，张老娘来春姐来，等一下哈，来水面爱看一下哈，好来，你要先啊，来了，好来这边先啦哈，来看谁哈，来亚伯跟瑞祥长老迄个，妈妈呢？先走了。来，都要去厕所呀，洗手间吗？先按那志成长老哈，那个来，世瑶、世新、个慧珍哈，来一家子哦，来，好来，那个世瑶口罩可以拿下来一下，好来钱家虎哦，好来，现在变5个人了，下次就6个人了，
或许会7个8个，不知道。这上帝的最大祝福哈。好来，哇，那个中人兄啊，瑞珍姐哈，水灵姐哈，来看头前啊，哈。好，上帝祝福啊！来，那个佩金姐哈，鲁佩金姐，来，好来，信德兄哈，来信德兄，来，秀珠姐哈，林秀珠姐哈。好来，主王这阿个迄个幼慈执事阿个怡珍啊，怡珍啊，来看头前啊，来哦，啊来再请下秀琴姐哈，阿个好，来，哦，因为一家子啊不小哈，来5个，来看他前啊，你看这个也是越来越多人了哈。好来哈，秀碧姐跟一个郑龙兄哈来，圣杰哦，安尼给你写唔对伊啊，拍圣杰哦哈。我想圣龙这名的我的好朋友呢，这样子。安尼啊，好来，哇，好，文腾执事、叶执事，那个西西跟他朋友啊，将来的啦哈，好，看前面了哈，你们没有登记了哈，好来，往这边啊，好来，瑞祥长老哈。秀梅姐哈，那个一方汤一兰姐哈，那个亚伯哈，今天让他很辛苦哈。我们以琳已经嫁出去了。来我就不是，来换一个家，一家子来4个，那个爸爸哇，拍谁。哇，王弟兄哈，一家子，哎呀，阿公哦哈，好来，哇，燕玲跟个是，来4个，来燕玲事先嗨，看，口罩要不要拿下来？等一下口罩拿下来好了，口罩拿下一下。一下子啊，一下，哎呀，你看多漂亮，好，来抽起这大概好，他的女儿跟女婿哈，丽珍，好，来，好，等下，一个黑啊，哇，没救哈，好。伯良哈，伯银哈，那个圣坚那个一个哈，轻伟哈，那个哇，2个小孩，3个小孩，4个，总共4个孙哈，好，银章兄，看前面，口罩拿下来看前面，你今日是无啥欢喜笑啊？新年呢，等下会发红包给你呢。我等一下把你的下面拿给老师看一看，说什么脸臭臭的，脖子扭到，明珠哈，来，都执事，来，你们都站完了哈，来，明珠啊。然后再来牧师一家子啊，来哈！我们家族怎么越来越多人？
啊，来来来，来口罩拿下来一下。来，这是佳音的2个好朋友了哈。安尼这样要请咱的长老来颁发迄个新年的红包哈。小朋友有钱哈，大人没有哈。大人有上帝的话小朋友不但有红包，还有上帝的话哈。学生现在不要拿哈，学生现在不要拿哈，学生要跟林牧师拿哈。你有抽到无？爱看，你的圣经是啥物物件？一年的祝福哈，对即时开始。安尼拢总有哈，好。晚上的祝福哈，对上帝话开始甲上帝话背入去你的头壳内底哈。当你拄着代志时，即句话诚做你最大的帮赞哈。我想这是一个真重要，愿上帝祝福伫咱。生日哦，今天的生日很特别哦，大年初一，廖万世执事，请站起来。蔡正哲等一下，生日快乐歌还没有出来。大声一点。咱是起立咱开声开出来祈祷，为着咱家己的代志，为着教会的代志，为着咱所带导的对象，咱大家开声开出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听，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一世人的中间，领受你大大的祝福，满满伫阮每一位的心上。今日特别主日，也是阮新春的清晨礼拜。阮正兄姊妹也带领阮全家族来到你的面前，阮遮来享受上帝你甲阮三个伫的欢喜，对上帝你的话也伫遐三个勉励甲学习，做看你的话，成伫阮生命中最大的帮助。对年头甲年尾，拢有你的恩典，就满满伫阮每一位的心中。但这是也特别为了阮的教会，阮的需要来祈祷。阮教会只敲碎礼拜敬拜中心，做看你就。特别为着阮超多甲帮助，伫阮的需要顶面，透过阮兄弟姊妹，透过阮每一人的需要，阮会领受上帝你我大祝福伫阮的中间，主阮感谢你。那只是阮也特别为着阮在还阁出外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无论因回乡，无论访亲，无论伫国外的生活甲一切，拢领受上帝你的看顾，祝满满也伫因的心上，欢迎来领受你。甲因三个伫地欢喜甲快乐，主可能特别祝福伫因的心中。阮兄弟姊妹中间有人因为身躯病痛艰苦，也无法度到伫你面前，特别伫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疫情的顶面，有人还阁毋敢行出来。主可能你医治主的手也放伫因的心上，互因伫拄着这个 COVID-19 的感染时，有当有抵抗力。伫遐来领受上帝你大大恩典，伫遐来面对即个疫情，面对这破病痛，会当互因坚强徛在，无拄着恶伫担当的事，主肯特别甲因三个伫地。阮带倒的对象，阮本身的需要，阮你伫遮对你的求讨，主可以特别伫你的旨意中应允伫阮对你求讨的每一位兄弟姊妹身上，伊阮知有时。好情伫阮的内面，总是要怎样开口，必须上帝你诚做阮最大的气力、智慧、参名甲勇气，主可以当伫遮来帮助阮，伫这新的一年有新的愿望、新的方向、新的看见，拢伫上帝你的照中来领受。不但阮本身，伊甲阮四周围，才会甲阮斗阵的人，也会当领受上帝你大大的祝福。
因为你是阮最大的关联、最大的倚靠、最大的拯救、最大的祝福。主啊，感谢你！但只是阮将阮对你的求祷完全恭敬交托伫你的手，看你伫你的旨意中应允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身上，特别伫阮的身上。阮遮对你的求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唱上扬的时光，愿主祝福保护你。愿主祝福保护你，愿上帝的阳光遍照你，夜夜作必款待你，愿主华常常挂顾你，享受你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常享受圣神的帮助，特别新的一年的开始，领受这个大大的福气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又到了散会，愿上帝祝福满满。